歡迎收睇《太陽報社論》，我係陳國安。海嘯為禍，一職難求。馬會星期六喺天水圍舉行咗招聘會，提供1500個全職同埋兼職嘅職位。雖然天文台掛出咗黃色暴雨警告，仍然係吸引咗11000人到場應徵，幾乎係逼爆會場。為咗爭飯碗，有人凌晨已經係到咗場，有人由市區遠道而嚟。本港就業市場之嚴峻，由此可見一斑。超過1萬人冒住黃色暴雨揾工，基層市民掙扎求存，令人不勝唏噓。喺無耐之前，國泰同埋港龍航空要求全體嘅員工放1至到4個禮拜嘅無薪假期。喺之後，亦都傳出匯豐銀行裁減100個員工嘅消息，連管理層亦都不能夠幸免。大公司尚且係需要以減薪同埋裁員嚟節省開支，其他中小企嘅情況亦都可想而知啦。打工仔以佢哋嘅血淚譜下一曲又一曲嘅悲歌。事實上，隨住經濟情況持續低迷，本港嘅失業率已經係升到5.2%，港府亦都不得不承認經濟逆境深不見底，本地嘅失業率將會繼續攀升。即使係咁，一眾高官仍然係坐而論道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日前就表示啦，將會喺有需要嘅時候推出適當嘅措施。但係我哋反而就想問下佢，乜嘢嘅時候先至算係有需要呢？超過1萬人冒住黃色暴雨揾工，難道呢個唔係算係有需要咩？特區官僚嘅涼薄唔單單係反映喺佢哋無視基層打工仔嘅苦況，更加離譜嘅係佢哋對老人家同樣都係麻木不仁，增加區幾百蚊嘅生果金，佢哋企圖橫加設限，向70歲以上長者派發250蚊嘅醫療券，佢哋當作係莫大嘅恩惠。令人最為不滿嘅係，港府並非係冇錢，而係坐擁超過5000億元嘅財政儲備，而為佢哋旗下嘅公務員加薪，佢哋就面不改容。市民要求改善長者嘅福利嘅時候，佢哋反而就斤斤計較。自肥一擲千金，利民紓困一毛不拔，已經係成為咗港府施政一大嘅特色。喺經濟寒冬入面，本地嘅長者生活一日不如一日。有顧問公司不似港府對長者愛理不理，每個月自己揞荷包為長者提供盤菜，更加喺宴後派發咗罐頭、即食麵同埋食米等等，減輕佢哋嘅生活負擔。有餐廳每個月為長者提供咗1次免費嘅自助餐。一個食咗自助餐嘅婆婆就話，因為金融海嘯令到佢手上嘅投資變成咗廢紙，而家只係靠每個月1000蚊嘅生果金過活。直言今日呢一餐令到我暫時忘記咗孤獨同埋貧困。民間嘅敬老善行同埋港府虐待長者嘅所作所為，形成咗強烈嘅對比。其實無論係失業人士嘅痛苦，定係老人家嘅凄涼，都係源自於特區政府無所作為。因為特區高官坐享高薪厚祿，又可以享受優厚嘅退休福利，上述嘅苦況睇喺佢哋嘅眼中，如同遠在天邊。事不關己，己不勞心，只可憐嘅係星斗市民就要被逼承受佢哋亂政嘅惡果。春秋時期，齊景公在位嘅時候，曾經係落咗3日嘅大雪。齊景公着住狐皮大衣，坐喺點咗火爐嘅宮殿入面，好納悶就咁問啦：真係好奇怪，點解落咗3日嘅大雪，天氣都唔凍嘅呢？晏子就回答就話：天氣真係唔凍咩？我聽講古時嘅賢君自己食飽啦，就會知道人民嘅飢餓；自己着暖咗，就會知道人民嘅寒冷；自己安逸，就會知道人民嘅勞苦。而家君王就唔知道啦。今日嘅特區高官就好比當時嘅齊景公，每日就坐喺冷氣房內，唔係誇誇其談，就係閉門造車，自然就唔知道民間疾苦。齊景公嘅故事有個完美嘅結局，佢聽咗晏子嘅勸誡，立即就向民眾派發衣食，然後就匡正國事，成為咗史上有名嘅賢君。但係今日嘅特區高官冥頑不靈，死守金山銀山，即使民眾怨聲載道，傳媒大聲疾呼，始終係一毛不拔，
唔願意推出實際有效嘅救市方案，萬人無語求職，高官閉門吹水，特區官僚涼薄至此，豈不令人發指呢？